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特別想介紹一本我嘅著作俾大家睇嘅，咁咧就係叫做《你不哀嚎是我的驕傲》。咁呢本書咧係2023年嘅5月份喺台灣出版嘅。佢特別之處係乜嘢咧？係呢一本書裏邊咧包括咗一篇萬幾字嘅間諜小説，有幾十篇嘅散文，同埋亦都有10幾20首嘅中文英文新詩，咁就組合而成嘅。而更加特別之處咧，就係話嗰篇短篇嘅間諜小説咧，係寫一個女殺手嘅故事，但係當中係牽涉到以色列、哈馬斯同埋真主黨。咁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？喺呢個以色列被恐襲啊，被哈馬斯恐襲係2023年10月7號嘅事啊嘛。但我呢本書咧5月已經出版咗咯喎，已經講咗當中嘅故事出嚟咯喎。當然啦，我冇水晶球喺手，我亦都唔係預言家。但係點解咁巧呢？係因為我經常留意國際間嘅大事，即係好留意，所以對於整個世界嘅政治生態啊、地緣政治嘅生態同埋版圖呢，都有啲即係都幾熟悉嘅。所以寫到一個咁特別嘅故仔出嚟，咁就希望我推介大家去買嚟睇嘅嚇。咁就一本書裏邊包含咗我3個寫作風格。咁亦都睇到我流露我對人生嘅體驗啦，同埋我嘅心路歷程嘅嚇。咁大家可以上去 connieing.com，CONNIENG.com 嚇。咁有實體書，亦都有電子書可以買得到嘅。希望大家去捧我場啦！你不哀嚎是我的驕傲。多謝大家。